開心 share 俾啲朋友睇咧，咁佢哋嗰度會有個 VIP room，無端端入咗呢個藝術界。咁我從來冇讀過藝術嘅。如果周杰倫話啊，我大陸有個別墅想擺喺嗰度咧，咁幾乎冇可能。營運一間公司或者 set up 一間公司好痛苦。我哋做嘅 case 好多時都可以喺網絡度揾得到，但係藝術專家佢哋嘅履歷又點樣可以揾得到咧？我哋今日揾希文嚟同我哋講一講。大家好，我叫希文啦，我叫伍常，伍常筆名嚟嘅。點解咧？因為我讀經濟學出身，香港大家知道有個殿堂級嘅經濟學大師啦，張伍常。係啦，咁係我啲即係師公啦，因為即係我成個經濟學個體系都係嚟自佢嘅，所以我無論本科碩士都係讀經濟學嘅。但係出到嚟發覺自己真係唔係一個金融財訊嘅材料啦，好快轉咗行，咁就入咗 agency，專注做藝術文化嘅 project。咁當年都未有叫 Art Basel，Art Basel 咧係香港有個土生土長嘅 art fair 叫做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Fair，咁就做咗5年，非常之成功。Art Basel 嚟自瑞士一個集團就收購咗呢個，即係睇見香港一個好勁嘅亞洲藝術中心。咁所以從此我就入咗藝術圈啦。就我嘅客人就係呢個 art fair。咁入 art fair 咧就100幾200間畫廊，咁我就透過 on the job training 咧自學咧，無端端入咗呢個藝術界。咁我從來冇讀過藝術嘅，無論喺澳洲、英國讀書都係冇行 museum 嘅，但係25歲有一刻突然之間好似開咗竅咁，我覺得呢行好過癮，咁識啲好 interesting 嘅，咁所以簡單講咧，我係依家係一個藝術顧問，亦都偶爾喺大學做客席講師教國際藝術市場，咁亦都係策展人啦，咁亦都係我哋嘅淵源係咁樣開始啦，即係我策劃一啲展覽就會識啲嚟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嘅朋友，包括你，咁好開心。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點解香港會成為到呢個亞洲嘅藝術品嘅一個交易嘅中心嘅？係 cliche 啲講，香港真係一個營商幾好嘅城市嘅，即係我自己曾經有過喺國內同埋台灣開公司，甚至係請人嘅經驗。你會知道喺其他地方咧，營運一間公司或者 set up 一間公司好痛苦，銀行嗰方面亦都係非常之痛苦，即係點 set up account 啊，點賺錢之類之類。但係香港幾乎係冇完全呢啲限制嘅。咁再講就係稅收問題啦，香港真係一個好低稅嘅國家，出入口啊、儲存啊都唔需要俾稅，咁所以就促成咗香港係一個方便去 trade 藝術嘅地方。經過去10幾年我哋同業嘅努力咧，咁香港真係名副其實係一個亞洲 number one。其實你啲客啦嚇，或者收藏藝術品嘅收藏家啦，係香港嘅居多啊，定係其實五湖四海都有嘅咧？係香港，你見3月就係一個好嘅地方，就係全球嘅收藏家都會嚟香港觀察下亞洲有啲咩好嘢咧，有啲咩好嘅 artist 去收藏。其實你係西方人嘅話，你每年可能1-2次嚟亞洲嘅，咁香港就係一個點，一站式睇晒全球200幾間畫廊。你講下200幾間畫廊，每個間畫廊 let's say 帶10個 artist，一個 fair 就可以睇2000幾個 artist。咁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到國際旅客收藏家嘅一個機會。可以咁講，真係眼花繚亂啦，係乜嘢都有。我相信你有好多經驗去接觸唔同嘅收藏家。咁其實有冇啲嘢可以分享下？譬如收藏家佢點樣開始會中意藝術品收藏嘅咧？佢哋通常中意嘅嘢係源於佢哋自己嗰個喜好啊，定係其實佢哋嘅收藏價值啊，或者係投資價值啊咁樣？今年我就帶咗一個20幾人嘅貴賓團，佢哋嚟自成都啊、廣州啊、深圳啊等等。咁佢哋冇收藏過藝術品，80%都冇嚟過呢個 Art Basel 嘅機會。但係點解有興趣？可能俾成1萬蚊嚟到一個藝術交流團啦。咁問好多就係我啱啱買咗個別墅嚟廣州，咁啊好大個場，咁啊唔想喺求其啲淘寶啊咁啊買個複製畫。明白。咁所以佢哋就想買一啲獨一無二，亦都有金融屬性。佢哋好在乎呢樣嘢嘅。明白。咁我覺得香港人就單純啲嘅，我有間屋有埲牆，我想擺靚佢，唔會諗太多買賣嘅基本上。但係大陸人就會好在乎呢啲嘢，所以你要根據佢嘅需求，佢個出發點，去 suggest 一啲畫作俾佢。其實佢哋唔單止係想擺喺樹，仲要係第二時有得升，係可以賺到錢。冇錯啦。咁但係喺呢個你接觸咁多內地嘅客戶嚟講咧，其實佢哋喺收藏藝術品方面會唔會有特別嘅困難？譬如入境你需要打稅啦，出嚟你又要打稅啦，又或者係其他嘅限制咁樣樣咧？今年Art Basel我揾到一件好好嘅藝術品收藏，第3日我先見到呢件，點解
仲會喺度嘅，即係一件好好嘅藝術作品。就係一個台灣藝術家叫于鵬，咁佢個畫作入邊咧有裸露成分。咁好得意，個畫廊主同我講，其實你真係好好彩，因為有個大陸客人好想要呢幅畫，爭啲落埋訂啊。但係佢問過所有身邊朋友，呢幅畫係冇可能咧短時間內運翻去國內，就因為有裸露嘅成分。咁所以頭先 on top of 你頭先講嘅稅務問題咧，原來嗰個內容本身咧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即係例如大陸啲收藏家，佢好中意一啲即係唔係叫 erotic， 但係有少少男女性身體嘅一件作品嘅時候咧，咁佢出入口都非常之困難。大家最近一個大新聞就係周杰倫嚟咗香港啦，去阿巴蘇啦，咁佢亦都喺 IG 度 post 咗佢收藏嘅一張歐洲藝術家 Klim 嘅一個男性裸露嘅作品。咁我試想像，如果周杰倫話我大陸有個別墅想擺喺嗰度咧，咁幾乎冇可能嘅。咁所以佢必須要可能運翻去台灣，咁啊去做呢件事。大陸嘅藏家都希望喺都有，其實香港已經置業咗啦。咁所以香港就提供咗呢件事，就係佢哋買完收藏品咧，佢 store 喺香港嘅存倉或者香港嘅一個新嘅 property 入邊，都促成咗香港係一個好好嘅 trading 嘅一個 centre。啱啱我就想講就係話，其實萬一件藝術品唔可以喺內地嗰度佢自己嘅屋企或者係咩地方去展出都好啦，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好好嘅收藏嘅地方。係。咁收藏嘅話咧，通常係點樣樣嘅咧？收藏因為香港地方真係非常之窄。即係無論你係富豪都好，即係我去過嗰啲淺水灣超級富豪屋企，但係你都會覺得哇，即係你10埲牆就係10埲牆啦，你畫可能唔止。最佢個屋企嗰個 address 咧，個地址就係淺水灣道幾號咁樣，係咯。咁冇幾多樓，冇幾多座啦。咁淨係講緊嗰啲，但係可以擺藝術品嘅空間其實都唔會好多。係冇錯。咁所以絕大部分嘅收藏家咧，其實都會擺喺葵涌嗰啲專注服務一啲富豪嘅Art Logistics 公司，咁就擺喺一啲恆溫保安嘅一啲好好嘅存倉空間。咁如果呢啲富豪咧想得閒 show off 開心 share 俾啲朋友睇咧，咁佢哋嗰度會有個 VIP room，咁隨時都會擺戰利品，咁啊邀請啲朋友嚟做個 VIP 嘅開放日咁又得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能夠擺得晒喺屋企嘅絕無僅有。近幾年都有啲嘅趨向，就係收藏家點樣處理啲收藏品咧，就係捐贈啦。咁外國呢個捐贈嘅風氣好盛行嘅，咁但係我覺得香港都走得非常之前嘅，就係啲富豪有錢收藏咗若干年，希望貢獻社會，就係捐贈俾可能 M+ 博物館啊、藝術館啊、故宮啊。咁我哋每年都有啲重大嘅收藏接收到嘅，我哋公共嘅博物館。咁所以都希望透過呢啲即係先行者 set 個 good example 咧，令到多啲收藏家意會到收藏除咗金融屬性咧，其實都係一個有利於公眾嘅一個行為嚟嘅。家破人亡事務所 Screw Up Gracefully， 睇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 Alfred 葉律師嘅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葉律師睇過啲問題，可能就會喺呢一度免費答你噶啦。如果需要葉律師嘅專業服務嘅話，就 send 個 message 去我哋 IG， 睇下我哋幫唔幫到你。